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1号。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娃哈哈。娃哈哈最近也在风口浪尖上关于娃哈哈的新闻、娃哈哈的争议也不少。上个月娃哈哈纯净水被曝由金麦郎代工，这个风波尚未平息。娃哈哈最近又迎来一个大瓜。根据这个经济参考报报道由娃哈哈集团前高管称，娃哈哈产品的利润已转移至娃哈哈集团高管掌控的体外企业，娃哈哈集团几成空壳。该报道还指出目前娃哈哈关停工厂频繁代工后，不少娃哈哈的业务已经被转移到宏盛集团。现在娃哈哈深陷国资股东权益被悬空等利益纠葛。此外，娃哈哈在中富力上台后，还陆续出现了员工权益被侵犯、代工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争议。自接手娃哈哈以来中富力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人事上一大批公司元老被换，生产端的代工厂停产，同时推行多元化投资布局，在健康、新能源等赛道广泛出手。在改革的同时，娃哈哈2024年营收超过700亿，相比2023年有大约37%的增长。那么一边是业绩蒸蒸日上，一边却是企业的风波不断。宗庆后去世以后的娃哈哈为什么总是伴随着各种纠纷和争议？媒体所指的股权争议，是否真的是中富力在搞什么暗箱操作呢？移花接木，狸猫换太子。关于娃哈哈，我也做过好多节目。我对娃哈哈的这个印象一个是娃哈哈它上不了市，虽然创始人说娃哈哈不愿意进资本市场，实际上我看来它是上不了市，就像华为一样。第二个就是娃哈哈到底是什么一个企业？它的所有制，它的第一大股东似乎又是国有，但是它的这个实际运营、实际运作又是中家，这个像极了1年前的万科。那么现在万科你看深圳国资委纠偏，这个通过股东大会明确了深圳地铁是万科的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在我看来，娃哈哈有这两个硬伤，它绕不过去。你有任何动作，你只要大了一点，你都会遇到这样的舆论风波宗庆后在世的时候他是创始人，也就是他的这个权威足够，加上他本人这个循序渐进，他不那么着急。而这个宗庆后去世以后这个中富力上台，因为他比较年轻他想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就会闹出很多风波，因为这个是根本的利益冲突我们看一看今天正好网上一篇文章是介绍娃哈哈，说报国资和员工利益受损，娃哈哈股改为何这么难？娃哈哈股权再现争议该如何解决？文章说娃哈哈治理结构错综复杂。需要说明的是，娃哈哈虽然是一家头部饮料企业，但作为非上市公司，我们能看到的企业数据资料实在太少，以至于包括这篇报道在内诸多猜测质疑，其实都很难说是否公正的评价这家公司。但这次报道多少揭开了这家企业的神秘面纱。这个说的非常对因为娃哈哈它不是一家公众公司，不是一家公众公司，也就是它所公布的一切数据就是你只能参考，就像某网红超市一样。但是公众公司你披露的数字你就得负责，对吧？错了那就是做假账，那就是造假，那追责。非公众公司的错了你能把它怎么着？所以大家对那些非公众公司今天披露一个数说我员工一个月就上30天班，我们平均工资已经达1万多了，那都是他自弹自唱，他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拿他没办法。你说你把数据拿来我看看，他说我们按我们的标准，那你说有什么好聊的，对吧？他非说那个石头的利润只有20%，那个石头的那个水是最深的。如果你要觉得那个石头确实童叟无欺，你可以做个实验，对吧？你去那儿买一块石头，你比如说是8000买的，然后你找那附近有没有典当行你说我把这个压在你这儿能借多少钱，看看能不能借到1000块甚至你可以把那个买的那个小票、发票、证书都留着，你给他留着我在某某某网红超市买的这绝对保证。如果典当行要了，说你这个8000我能给你5000、4000抵押嘛，然后以后2-3个月以后你拿钱来，你把这再赎回去，或者你不要了，你下那把这东西就卖给典当行了，你看典当行收不收就完了这个说远
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非公众公司它披露的那些数字啊，都是自娱自乐，你就是参考一下就完了。我们接着看这个娃哈哈。1999年娃哈哈集团改制后，娃哈哈已经由100%国资属性改为了混合所有制，国资持股46%，是第一大股东。宗庆后，也就是现在啊由宗馥莉继承的宗庆后家族啊，它持股是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你看啊，也就是娃哈哈有3大块股东，第一个就是国资是第一大股东46%，第二个是宗庆后家族29.4%，职工持股24.6%，这样整个是100%。所以从这个股权架构上看啊，宗庆后家族它是最大的个人股东，但不是完全控制娃哈哈。聪明人都知道啊，你要说第一大股东那是国资，但是他这种安排实际控制人是谁啊？是宗庆后家族，因为职工持股会，对吧？他更容易被宗庆后家族啊掌握啊，这个好理解吧？因为整个公司的运营是宗庆后家族，那职工肯定是天然的啊，容易这个靠近这个宗庆后家族。当然了，那就反过来啊，如果是宗庆后家族没掌握好，职工依赖这个国资，那国资那个46%加职工的24%，那变成绝对的第一大股东，那宗庆后家族就失去控制权，所以它这个股权设计就比较复杂。所以职工持股会呢，在这个股权架构里面就关系比较微妙，看它倒向哪一边。说然而就在2002年前后，大量绕开国资的体外公司陆续出现，比如后来由宗馥莉单独持股并实际控制的鸿盛集团。有老员工表示啊，鸿盛后续作为娃哈哈代工厂，实际产品数量占娃哈哈系总产能的1/3，也就是宗庆后家族在外面再设了一个100%控股的公司，对吧？他这个家族在娃哈哈只控制不到30%，那么他把30%这个业务控制业务挪到100%控制的这个公司里面，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啊，就是侵占了职工持股会和国资的权益。经济参考报通过一份数据推算，截至2022年底，娃哈哈集团资产占整个娃哈哈系总资产的比重只有15.7%。从这个角度而言，国资份额在娃哈哈系实际经营中占比实际已经不高，这就造成了国资利益的受损。此外，还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娃哈哈员工持股会手上还有24.6%的股份，法律上这部分人还是股权合法权利人，对企业的经营拥有一定的发言权。那当然了，他是股东啊。于是据报道，娃哈哈在2018年开始已经让持股会以低价出售，要求员工以每股3块钱的价格将手上持股会的股份卖掉。如今的争议就在于有不少员工认为自己的股权被低价收购了，至于这个股权卖给了谁，以哪部分资金购买的，过程是否合法合规，至今没有定论。经济参考报的报道援引一些娃哈哈老员工的观点，宗庆后在世时已经有了计划稀释员工的股份。我记得那个宗庆后刚去世的时候，网上有很多人在那个也就是神话宗庆后啊，不善事，对吧？是有大爱，什么对老员工好，不开除老员工有大爱，等等啊，大家还有印象吗？我当时做节目就说了，宗庆后，对吧？他不善事，他是有苦衷啊，善不了啊。有大爱对员工好，那是员工控制了24.6%的股份呢，只有掌握了员工，他才是娃哈哈的绝对的控制人呢。就国资拿他也没办法，虽然国资是第一大股东，就是很多脑子比较简单的人，他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喜欢说听人家说大爱。这篇报道说啊，另一个问题的则是商标，娃哈哈这个金字招牌在法律上属于谁？这就说到核心问题了啊，因为消费者认的是娃哈哈3个字，那这娃哈哈它到底属于谁？对于企业来说，品牌归属问题事关生死存亡。该文章介绍啊，他说在宗馥莉上任后，曾经尝试把娃哈哈品牌转让给旗下的鸿盛集团，但是以失败告终。这个确实啊，如果把娃哈哈的品牌转让给宗家啊100%控股的鸿盛集团，那就相当于整个的娃哈哈的资产转移结束了，剩下的一个空壳和烂摊子，还有这个负债扔给娃哈哈，然而已经掏走了。进入2025年，一个各名为娃小哈、宗小哈等商品先后出现，而对外授权的其实还是娃哈哈的商标。比如上次被曝光的金麦郎代工事件，实际上的甲方也是鸿盛集团，而不是娃哈哈，这个涉嫌移花接木啊，也就是这个娃哈哈的水的生产由鸿盛集团负责，而鸿盛集团自己又不是
生产，他是找金麦郎代工。这给这个读者啊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那娃哈哈为什么不能直接找金麦郎代工呢？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报道啊，他是怎么说的？怎么说出娃哈哈和宗家股权争议来龙去脉？娃哈哈善事不善事的分歧。截至目前，娃哈哈和娃哈哈的国有资本杭州善城区文山旅投资控股集团对该报道都没有任何回应，让事情的真相扑朔迷离。自从宗庆后过世后啊，对于二代宗馥莉是否能接掌娃哈哈，质疑声也不绝于耳。宗馥莉接手仅仅半年，娃哈哈就一度闹出辞职风波。而就在这一事件平息后的1个月后，就传出娃哈哈要求员工重新签署劳动合同，以较低价格回收员工持股会股权，导致几十名员工发起集体诉讼维权。而这次股权争议实质还是冲着宗馥莉的改革新政而去。在娃哈哈的经营上，宗庆后和宗馥莉分歧非常明显。宗庆后生前多次表示坚持不善事不融资，但宗馥莉却表示娃哈哈善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举动。而如果要把娃哈哈真正打造成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通过 IPO 其复杂的股权和商标归属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反过来理解啊，就是因为它复杂的股权关系和商标归属，导致娃哈哈上不了市，也就是它上市之前必须把这个问题要清理掉，这个清理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宗庆后说，我娃哈哈不搞资本运作，迎来一片喝彩。宗馥莉曾经说啊，如果你不是上市公司，大家对于你的投资会有怀疑。虽然娃哈哈是一个大品牌企业，但别人会觉得上市公司才是一个有明确规范流程的公司。他这个说的没错啊，这个是现代企业治理啊。你上市了，你就不管怎么说，你是规范透明的。虽然说很多企业是欺诈上市啊，那就说明在胡市好歹还有人管。你要是不上市的话，你随便欺诈没人管你，就像那个网红超市一样，你随便说你的数字。你看宗馥莉他也这么说啊，他说众所周知，一家企业上市后信息披露要求严格，财务数据、经营策略需公开透明。文章说啊，宗庆后一直以来对资本游戏敬而远之，可能不仅仅是担忧资本市场存在各种风险，而是不想把娃哈哈背后复杂的股权关系和利益纠葛公开化。毕竟对一家上市企业来说，如何精准把握市场预期，对整个团队的公关运营能力是巨大考验。曾经被多次网络谣言重伤的宗庆后应该觉得，起码在当时自己的企业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也就是他不是不上市，而是上不了市，非不想也，是不能为。娃哈哈的股权和商标争议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改制大潮中，娃哈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彻底解决股权和商标的归属权问题。在宗庆后时代，曾经想过引入外资来解决这个难题。1996年，娃哈哈与法国达能合资成立了5家公司，双方签订商标转让协议，约定将娃哈哈商标从娃哈哈集团转移至合资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但这一转让行为因为有关部门的介入而叫停。这是第一次尝试啊，把娃哈哈这商标从那个国资宗氏家族员工持股会这个叫混合所有制公司里面给它掏出来，被叫停了。此后，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以外的框架里成立了一批公司，结果随着非合资公司业绩增长，2006年，宗庆后与达能爆发了3年的股权商标争议，史称达娃之争。最后，达能和宗庆后在2009年达成和解，达能退出，娃哈哈商标还是归娃哈哈集团所有。如果这么说的话，你再看看宗馥莉现在干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重复2006年宗庆后在干的事情，只不过宗庆后走失败了，他后面就消停了，歇着了。那宗馥莉一上台之后，他也重新再把这个路走一遍，这叫前仆后继。某种角度来说就是这条路不走不行，老子走不通，女儿来走走试试看。路线实际上是一样的，不要被他们表面说的话迷惑。什么不上市，只不过2个人的风格有点不同。宗庆后的手段较为温和，善于以静制动，而宗馥莉呢，恐怕他是受他的这个年龄还有他的经历、他的教育背景等影响他是希望比较直接的解决快刀斩落麻。在企业股权和商标所有权错综复杂，自己个人威信没有真正建立的前提下，急于推动彻底改革，肯定会遭到抵触。转移商标不成后，又想另起炉灶，这一系列动作就显得操之过急。娃哈哈转让不了，那我就搞
娃小哈、中小哈，反正就这个娃哈哈周边啊这些品牌，但这个效果还是不够直接啊，不够明显。不管怎么说啊，娃哈哈的发展还要继续推进。按照宗馥莉的思路，这个时候急于解决股权和商标问题，可能还是出于上市的需要。根据中国 A 股上市规则，拟上市公司股东不能超过200人。大家知道华为为什么上不了市吗？有很多人理解说华为不愿意上市，还是那句话啊，非不想，而是不能。这个娃哈哈啊，1999年实行全员持股计划以来，持股员工超过1.5万人，就是1.5万人持有娃哈哈的股份，你怎么上市啊？你换种理解啊，就是娃哈哈它在到沪市之前呢，它已经上市了，它已经上过市了，那你还跑到沪市干啥？你这已经有1万多股东了，那你们自己玩吗？你上市公司申请上市的公司，它的股东数不能超过200人。尽管娃哈哈2024年营收达到了700亿元，但瓶装水市场份额仅为农夫山泉1/3，市场份额的提升和产能问题都急需资本市场来救场。娃哈哈的产品创新和渠道重构也急需资金解决，就是无论从企业的现代化治理，还是从这个资本运作，还是从这个资金市场化，那么娃哈哈都需要上市，上市才能帮他引入更多的资金啊，才能募集来资金。那这么多员工持股，是不是就是娃哈哈就永远上不了市呢？其实也不是啊，这个就需要利益博弈，就是要让这个24.6%的这个职工持股啊，要把它化解掉。怎么化解呢？这个实际上宗家已经做了，就是3块钱一股你卖，那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那职工就觉得我亏啊，为什么亏呢？一旦娃哈哈估值上去了，他如果一上市，他的原始股一股不是3块了，一股变成15块，那原来卖的那个职工他就会回来维权闹事，对吧？你骗了我。如果说到时候上市失败，这个企业不行了，对吧？一股变成3毛钱，那这职工他就不闹了。一般的像这种情况都是要么就是让职工把股权卖了，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搞一个持股平台。这个持股平台它是叫有限合伙企业，这个企业持有娃哈哈的多少的股份，当然你也不能持有多你看那个万科员工持股不可能达到20%多它就只有几通过持股平台，没格力也有持股平台一般的就是有限合伙也没有1万多人了，它一般的顶多1000多人，那就已经不少了。它一般都是高管、核心员工几百人。那娃哈哈这1.5万人，你说怎么谈？每个人都是股东，众口难调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又上不了市，你绕不过去。这第一个这个阻碍。第二阻碍什么呢？就是国资。那国资还有46%，人家是第一大股东，你让国资退怎么退？退的不好，加藤老师就说了，国有资产流失。你像珠海那个就是格力电器珠海国资委退，加藤老师说那不叫流失，为什么呢？好像当时卖了400亿吧。珠海国资委持有格力电器那股份呢，他也是第一大股东他把全卖了，卖了400亿。那现在看珠海国资委这一笔卖出赚了大钱，如果不卖的话，恐怕只有100亿了。这么看的话，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如果未来10年格力又涨了10倍，那国有资产还是流失了。你是按加藤老师的观点呢？所以说国有资产退出也是个问题，以什么价格？所以这个宗馥莉要解决娃哈哈的事情，它面临着一个是国资，一个是职工，一个是商标，这3大项都得解决。宗庆后当年都没能彻底解决，所以宗馥莉现在想解决呢，肯定是矛盾重重困难重重。我刚才说了，这个娃哈哈想上市，对吧？它只有借助资本市场，娃哈哈才能走得更远，所以它要上市，它就必须解决上面几个问题。实际上我是支持宗馥莉改革的，把娃哈哈推入资本市场没问题但是宗馥莉的这一切改革还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要合理合法。你不能让加藤老师这样的人抓住把柄，对吧？对职工怎么样安抚，怎么样谈判，国资这儿那更得小心谨慎。总之这个娃哈哈的股权之争、国资还有职工的权益，这是个大问题像娃哈哈这样的企业多不多呢？其实非常多，有的就很好的解决了，有的就拖到现在越来越难解决。实际上联想跟娃哈哈是一样，只不过联想是在20多年前人家借助机会一把给解决了，娃哈哈在20多年前他没解决了，成了个烂尾工程。联想解决了，发展的非常好，但是他遭到夹头的这种攻击。像娃哈哈这样的企业很多，我倒是觉得这个宗馥莉还得小心谨慎，步子太大要摔跤这个宗馥莉的改革步子大了连他宗氏家族的人都出来反对他。对，我记得他一个什么叔叔都接受媒体采访，所以说他搞得动子大吧，就招致这个天怒人怨，没人支持他。步子太小吧，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个宗
宗庆后就是步子小，宗庆后啊没能做成的事情，不代表宗馥莉做不成，所以宗馥莉他应该啊找一些高人帮他策划一下，就是把他的股权关系理清楚，找到一个方案，就是国资、职工、老职工啊，就是那1.5万人，还品牌，这娃哈哈的品牌，这三者怎么摆放？你比如说啊，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这个新的公司啊，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就是娃哈哈集团，由这个新的公司拥有娃哈哈品牌，然后这个新的公司啊授权，对吧？这个娃哈哈品牌由宗馥莉啊掌握的那个什么鸿盛公司使用，每年要给品牌使用费多少，对吧？营业额的多少？比如营业额的3%是品牌使用费，然后这样啊，这个当然了，这个品牌是独家使用啊。那么宗馥莉控制着这个鸿盛集团上市去 IPO， 当然这个办法也不一定就行啊，只是这是一种思路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利益把它摆平，利益摆平啊，说来说去就是国资、职工还有品牌，随着这个你宗馥莉你公司上市之后，大家一起水涨船高，对吧？这就是利益的博弈啊，因为这个时候谁都不想下车啊，对吧？好不容易挤上了这趟车，你这个要上市，谁愿意下来呢？都不愿意下来，都想绑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杭州上城区这个国资啊46%直接去挂牌拍卖，价高者得，对吧？你宗庆后家族愿意掏钱买也可以，其他的民营资本，比如说马云买，比如说马化腾愿意买都可以啊，甚至中山染买也行，农夫山泉呢，就是我把这46%股权挂出来拍卖嘛，拍卖就不涉及国资流失，对吧？都是大家评估谁出钱多卖给谁。那职工持股呢也可以啊，拍卖就是市场化。我倒是觉得如果这么操作完了之后啊，才能把这个股权关系、利益关系捋清楚。反而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啊，不清不白的，国有资产流失才严重啊。因为现在不公开、不透明，对吧？你都不知道它怎么运作的，然而呢，给你掏空了，它也不需要公开，反而保护不了国有资产，也保护不了所谓的职工利益啊，对吧？现在这种所有制啊，是典型的这种把大家的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他来掌握，对吧？大头的钱由个人的掌握，就像那万科一样嘛。现在搞下一个大窟窿，还要深圳国资委去填这个窟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